你政府一定要管理呢樣嘢啦，同埋你房署呢啲有責任啦。你一房署你應該要派人監管噶嘛，呢啲唔係除咗政府，你房署你判得俾我啲建築公司做嘅話，你房署你都要監督去巡查呢啲嘢噶嘛，唔係除咗政府之外噶嘛。咁就呢啲要睇你政府點去處理呢件咁嘅情況。即係行賄受賄呢樣嘢咧，已經差唔多正直咗好耐㗎啦。但係而家整翻咁大單嘢出嚟嘅話咧，政府你一定要多啲留意住呢啲咁大規模嘅建築。呢啲唔應該咁做咯，你收人哋錢咁，你就偷工減料，搞到咁大件事，即係唔係影響自己嘅公平，影響埋人哋嘅家庭咁。即係既然收咗人哋錢，你應該做好啲嘢，而唔應該即係收埋啲錢去偷工減料，都會擔心嘅。驚會影響到自己係管好啲咯，即係可能定期揾人去 check 下啦。係。